我幫手啊？大家好，我叫做姜仲華，估下我幾多歲？估唔到咧，我啱啱過咗18歲，攞咗身份證，我1月28號攞嘅。因為我接受咗肝臟移植咧，就超過18年，而家咧就踏入第19年㗎啦。發覺咗自己好容易攰，同埋個肚咧一路咁脹，就好唔舒服。咁啊睇完醫生咧，佢啊證實咗我患咗肝硬化，同埋又都有腹水，嗰個情況咧越嚟越差。醫生咧亦都證實咗我出現咗肝腫瘤。我明白到我自己喺世上嘅日子係唔多嘅。即使後期去到即係瑪麗醫院嗰邊嘅醫生都願意即係嘗試同佢做一啲嘅檢查，睇下可唔可以同佢輪候肝臟嘅移植。咁但係喺嗰2-3個月裏面咧，其實媽媽個狀況一直都唔好。咁到咗每一日放工之後咧，咁我就會搭車啦，自己就去瑪麗醫院同媽媽一齊。好擔心，但係乜都做唔到，即係嗰個感覺都其實好無助。我平時咧就翻去呢度嘅星期日嚟崇拜，呢度咧就係基督教宣道會長亨堂。我哋崇拜完後咧，我哋都有嗰個團契嘅聚會。身邊呢位咧係我嘅好朋友、好姊妹，已經20年嘅啦。佢叫做何喜曼。Hello， 你好，我叫阿曼啊。范太係一個好堅強，同埋一個好樂觀、好積極，同埋好有原則嘅一個姊妹啊嚇。我記得嗰陣時佢好辛苦啦，我係記得佢喺教會，佢都仍然返教會。咁但係佢個肚好脹啊嚇，咁都行到都好似好辛苦咁樣咯。佢不斷掛住笑容啊，但係係咯，我覺得佢好叻啊嚇！其實咧，我喺醫院嗰陣時咧，就亦都跌過落地下昏迷過嘅，好感恩。我醒翻之後咧，又發燒啦，發燒之後咧，好翻2日咧，就可以有肝俾我換啦。我好感謝佢啊！佢第二朝，因為第日禮拜啊嘛，佢喺教會宣佈，全教會人同我祈禱，即係我知道。唔係我一個人打仗，原來咁多人陪我打仗。朝早8點鐘入手術室，佢夜晚11點半先出翻嚟嚇。咁最後佢成功即係經歷咗呢個手術。我諗呢一個係我哋以前一路都想像唔到嘅，即係一個嘅結果。咁大嘅恩典發生喺我媽媽身上，我諗係即係我覺得好似好夢幻啊！成件事。你記唔記得你真係第日就做手術啦？係啊，結果你好叻，你好快就康復咯喎！係啊，短短3個月就話我好，就話你好翻啦，而且你好翻之後咧，仲更加比以前積極、樂觀，同埋好願意去主動去關心有病嘅人啊嚇，同埋做好多探訪啊嘅工作咁樣咯。佢手術後康復咗嘅大概7-8年。就添咗個孫嘅，咁呢個孫咧就係佢一手一腳湊大嘅，同埋而家係讀3年班㗎啦。咁佢而家身體好好嘅，又好勤力做運動啊，又好有精神體力照顧屋企啊，關心教會弟兄姊妹啊咁樣。唔係醫生叫我做，係我自己覺得我得嚟不易，我唔好辜負有心人。重生唔係必然嘅，都係有賴世上有心嘅人士捐贈器官，將我哋救贖，唔止救贖我哋嘅生命，更加救贖我哋嘅家庭。因為我丈夫嗰段時間咧，佢第2次患癌，佢大腸癌跟住食道癌，而我喺嗰段時間咧康復咧都可以照顧佢，可以送佢。
咁再加上咧，我亦都睇到我個仔結婚，亦都見證到個孫女出世。如果冇你哋嘅捐贈，我都唔會活着，我亦都唔享受到呢18多年嚟嘅精彩人生。我喺度獻上感恩，請支持器官捐贈。我哋肝臟移植聯絡主任嘅工作咧，主要分為4個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協助醫生團隊去處理有關病人嘅資料，同埋協調翻手術。例如有屍肝移植手術啦，同埋活肝移植手術嘅個流程方面，我哋都要着緊咁樣處理㗎。同埋咧，仲要我哋要聯絡病人，協助分析病人嘅報告，同埋安排咧常規同埋緊急手術㗎。咁第二部分咧係主要關於咧專科門診嘅安排，因為移植病人咧移植咗之後咧，同埋佢嘅活肝捐贈者手術後咧，一直都係需要定期覆診同埋檢查㗎，所以移植主任咧一定要負責一直留意病人嘅康復進度。有時病人咧會透過移植中心嘅熱線咧嚟查詢一啲特殊嘅情況㗎喎，咁我哋都會作出適切嘅協助同埋安排嘅。喺受贈者出院嗰時咧，聯絡主任咧就會邀請家人咧詳細講解翻日常生活嘅適應、常見同手術有關嘅併發症同埋處理啦、傷口嘅護理、飲食指導、藥物認知同埋門診安排等。第3部分咧係文件儲存同埋資料整理，我哋亦都要喺咧保密嘅情況下，將所有嘅資料咧遞交俾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以及喺醫管局嘅系統將病人嘅檔案妥善咁儲存。第4部分咧係要定期出席學術交流會同埋研討會，以增進呢方面嘅知識㗎。總括而言，如果想保持身心康態咧，一定要有積極嘅態度，維持均衡嘅飲食，做適量嘅運動，依時覆診同埋檢查。